高士到。这是我的剧本《一纸寄风月》所呈现的故事。女主角高新月作为福晋，嫁到三阿哥林红所在的王府，所有人都十分和善。而我的夫君三阿哥，是我以现实中的同事何林红为原型塑造的角色。他会与我相爱一生，白头偕老。但在书庙笔下，一切都变了。在书庙笔下，来到府上的高新月，只是个小小的侍妾，再没有和善的面孔。王府内危机四伏。欢迎小主。 请随我来。是的，意外发生后，我进入到这个由我研发却被书庙改掉的剧本里。我的寝殿在哪里？府内从未有过给侍妾准备寝殿的先例。嫡长是三阿哥乳母的女儿，在王府专管内务。原本剧中和蔼可亲的她。 如今却对我冷言相向。三阿哥呢？进宫面圣了，归期未定。把我安排在这阴冷小屋，又不备蜡烛，这是何意？屋内皆是三阿哥所珍藏字画，从未有过点烛先例。若小主执意要点，后果自负。这黑灯瞎火的，若把我磕了碰了。 这后果，你也自负。既如此，蜡烛随后送到。饭菜收走，不饿。吃饱了，不留遗憾。我叫高新月，墨鱼影视公司编剧。 苦心创作了古装言情剧《一纸寄风月》，参加总公司创投会。不曾想，同是书庙竟趁我生病住院之际，将剧本改得面目全非，并私自提交。在去总公司撤回剧本的路上，意外进入这个由我研发却被书庙改掉的剧本中。既然让我成为了以自己为原型创作的女主角高新月，那我就要让这个故事按我原先的计划进行下去。 按照书庙的剧本，高新月会在进府当晚被人设计赶出去，而我要想按照原先的设计，最终成为福晋，现在就必须挺过这关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书房竟然有人点蜡烛。 胆子可真够大的。是啊，走水了，走水了！三阿哥的厨房走水了！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快出来！有人吗？怎么回事？哎，快走啊！站着干嘛呢？芝兰，你在做甚？长师，看火势不大，现在扑还来得及。 你可知屋内有多少字画？啊，少说几十幅吧。三阿哥对这些字画的喜爱程度如何？视若珍宝。若尽数烧毁，该当何罪？奴婢这就去，兴许还能救回一些。蠢货！若无法全部救回，谁来担这个救援不力之罪？哟，李长士。 李长士早早赶来，却袖手旁观，不心疼三阿哥的字画啦？高氏，你违抗禁火令，私点烛台，引火焚书，该当何罪？字画如此珍贵，我早已藏好。那屋内所焚何物？
长师安排我住这阴冷地方，我不过是点燃了些衣物，冲冲晦气。倒是李长师，这么肯定字画被烧，莫非有人在画上动了手脚？你勿血口喷人！我在画上发现了常用于墓室中的火石粉，平时只能存放于湿冷房间内，倘若碰到火星，便会很快燃烧起来。长师，怕不是你事先抹在画上的吧？你胡说！那好，我还在屋内捡到了未燃尽的香，不知是谁想加害于我。等三阿哥回来，我就带着这府上的香和被涂了火石粉的字画去找他。你我无冤无仇，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你。你若告诉我是谁，我可当这一切未曾发生。那人，你我都惹不起。不着急，你有1晚时间，好好考虑。想让我回首，绝不可能。这是以我为原型创作的角色，我不允许你书庙随意篡改。不管你写成什么样，我都会坚持下去。李长师，李长师，别太有压力了。这种古装言情，一般不都是有套路的吗？女主一般以侍妾的身份进入到王府，然后就被福晋派来的下人挑衅，然后顺利反转，然后又被挑衅，不断重复，最后终于顺利升职，取代了原来的福晋。女人们为了男人争来抢去，多老套呀！我呢，就想写一个甜宠类的，不从侍妾开始，我一进府就要做福晋。你要做福晋？我是说，我写的女主是福晋。哦。三阿哥看着高新月一脸丑，这是草稿，你不能看。高新月，这三阿哥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看看。都说了不能看了，就让我看一眼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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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原本甜甜的剧本被书庙改了，如今的我不是福晋，只是个小小的侍妾。等待我的也不再是三阿哥，而是……哎呦，这个我仔细看了。你就是那个新来的侍妾。这是22个工作日，20天没打卡，难道还要我给你加工资啊？我天天写剧本写到凌晨3、4点，没有加班费就算了，你还要我打卡？这是总公司的新规定，1个月前就有了，不管你是编剧还是保洁，都要打卡。就算是新规，你们人事部是不是也应该先告知我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就你不知道。你觉得是谁的问题啊？佳琪是公司的 HR， 本来在现实里就跟我不对付，在书庙的剧本里，我就是被他赶走的。还不快向侧福晋请安！不知侧福晋请我过来是为何？李长事之事，你该当何罪啊？李长事昨夜被我发现，在画上动了手脚，欲加害于我，被我识破，这才胡扯！你才刚进府，李长事为何要加害于你？哼，只怕呀，你是恶人先告状吧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侧福晋想给我安什么罪名，直说便是了，何苦在这儿惺惺作态呢？你敢顶嘴？阿双，
侧福晋，凡事要讲理，无凭无据，我没理由挨你这巴掌。哼，好啊，你要讲理是吧？来人！在。高氏，以下犯上，拉出去，等候发落。来啊，正合我意。我刚进府就遭了大刑，不知三阿哥看到我百般柔弱、楚楚可怜的模样，会不会觉得侧福晋有那么些仗势欺人、心狠手辣呢？哼，好你个巧舌如簧，拉下去。侧福晋，你也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位置，不会不知道这种苦情戏对于男人的杀伤力吧？到时候，我是受害者，侧福晋是加害者。你觉得我们各自在三阿哥心中的印象会有何改变呢？你愣着干嘛？来抓我呀！若侧福晋不罚我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好啊，我们走着瞧。考虑什么呀？你认真的吗？当然了，这是公司第一次原创项目创投大会，一定非常重视。一旦获奖就是 S 级。可是都搞黄那么多个项目了，你还敢相信我啊？那项目黄了是项目的问题，又不是你的问题。进公司那么久，你的创作水平我都看在眼里。再说了，这次由我来当项目经理，你怕什么呀？古装题材我不擅长，怕耽误你事儿。架空的，你就参考现实生活中的美女、帅哥作为原型写进去不就好了吗？什么声音？好像是有人在哭，这悲伤中带着凄凉，这凄凉中又带着那么一丝……哎，这是怎么了？三阿哥来了！三阿哥，您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李长氏乃三阿哥乳母之女，佳琪用她的死来激起三阿哥对我的恨意。寿庙笔下之人可真够毒的。如今死无对证，所有的解释全都掌握在佳琪手里，看来只能兵行险招了。三阿哥到！只要掌握好时机，苦肉计定能奏效。李长氏就给高氏安排住在这里。高氏入府仓促，李长氏只是让他在这儿暂住一晚，晚上还特意去看望他。可是没想到，这高氏竟然恶语相向，把李长氏骂得狗血淋头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啊，三阿哥。芷兰她整晚都和李长氏在一起，不是吗？来吧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先去李长氏那儿看看情况。糟糕！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？
幸好抢救的及时，小主没有生命危险，但还需要慢慢调理。多谢太医。高氏这算畏罪自尽未遂，还是……也只有等高氏醒过来，才知道答案了。找个侍女伺候高氏。李长氏之事，等高氏醒了再查。是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侧福晋，三阿哥去了高氏那儿。哼，好一个恶人先示弱，竟对自己下如此狠手，真是个厉害的女人。我听长乐找了芝兰去服侍那高氏，要不要？好啊，既然他那么爱乱吃药，那就让他后悔莫及。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剧中曾侍奉我的侍女芝兰，如今竟也要加害于我。小主，该喝药了。我死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小主，莫要开奴婢的玩笑。哦，那不如你先尝尝。芝兰，小主怎么知道奴婢的名字？哼，你是我写的角色，我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？你不喝，那我喝了。只不过我死了，你马上也会被灭口。但如果这关我过去了，今后没人动得了你。还请小主饶我一命，奴婢确受侧福晋指使，但奴婢没有拒绝的余地。侧福晋有的是办法对付我，还请小主指条活路。那要是三阿哥问起那天晚上的事，你怎么说？自当如实禀报。那天晚上我跑去救火，但李长氏不让。去吧，告诉三阿哥，我醒了。是。侧福晋，这芝兰生性懦弱，只怕下药会出纰漏。无妨，只要所有人都咬死是那高氏谋害的李长氏。哼，我倒是很好奇，这回他该如何翻盘呢？站住！这是去哪儿啊？我之前答应过你，事成之后走西门，会有马车送你远走高飞。看你这路线，倒不像是西门啊。奴婢可能是走错了。路走错了可以回头，可若是执意走下去，那可就一错再错了。我看你是有些神志不清了，阿双，帮他醒醒神。住手！这是做什么？见过三阿哥，这奴婢做事莽莽撞撞的，撞了人也不知道道歉，妾身在教他规矩呢。高氏恢复的情况如何了？看着匆匆忙忙赶往药房的样子，许是还没有醒。三阿哥放心，妾身一定盯紧了。若是醒来，一定及时汇报。我没问你。说。回三阿哥，人已经醒了，说想见见你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便去看看。但三阿哥，妾身陪您一块儿去。多谢三阿哥相救，妾身定以身相许。哎呀，别了，这书庙的剧本里，我跟三阿哥一点感情基础也没有。三阿哥，我是新来的侍妾，遭到了一些非人的待遇。什么非人的待遇啊？你是？
周林浩，心月，这资料我可是辛苦的从图书馆为你搬来的。你是不是晚上约我吃个宵夜？我可没让你搬这些，而且你这些根本没用啊。不是吧，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啊！你晚上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他今天晚上要跟我一起通宵写稿。6阿哥林浩是我以追我的同事周林浩为原型创作的，但在书庙的笔下，不知他会如何针对我。要不是我的皇家解毒丹，你这俊俏的小美人儿，怕早就香消玉殒了吧？想好怎么谢本王了吗？天啊，书庙改的什么剧本啊？原来清爽的帅小伙怎么变得如此油腻啊？6阿哥就直说吧，你想要我干什么？6阿哥就说吧，你想让我干什么？我就想让你给我做一顿特别的饭。什么饭？乖乖就范。6阿哥，知不知道你的搭讪技巧真的很烂？不会聊就别尬聊。你竟然嫌本王的搭讪技巧烂？不是吗？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妹妹笑起来真好看，哥哥看起来真好笑。你若不想住府里，那就快来我心里。我若住到你心里，还不到处都是土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真的很土哎。你，哎呀，6阿哥，快走吧。这样中不中？你这个真的很老套。中不中？你觉得呢？你能不能配合一下？你这样搞得本王很没面子的。学着点儿，这样才有效。你信不信我跟三哥说，你用苦肉计骗他？那就算了。本来想教你几招搭讪技巧的，看来没机会了。你肯教啊？再不走，就真的不教了。好，那本王以后可是会常来找你的。妾身给3阿哥请安。不必行礼。高氏，这药是谁逼你喝的？别怕，如实说。没人逼我，是妾身自己喝的。何故如此？以此证明妾身的清白。事实就是事实，可不是用苦肉计就能洗清的。那晚的事儿，府里的人可全都看在眼里了。可是小主，就算奴婢一个人给您作证，奴婢人微言轻，这府上的所有人，肯定还是听侧福晋摆布的。按照侧福晋编的故事讲道理，怎么讲我都是输。可按我的故事讲，胜负可就未必了。您的故事？你把李长氏的生平事无巨细的告诉我，从兴趣爱好开始，不要遗漏任何一个细节。他好像特别喜欢一个戏子。高氏，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晚，我住的小屋突然失火，李长氏前来查看。扑完火后，我被吓得惊魂未定，是李长氏安慰了我。天干物燥，难免起火。待明日收拾好，搬到住处，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谢谢李长氏，让我给你擦擦脸吧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此手帕是我妹妹赠我之物，我当时并不知这幡子代表什么。当我看到李长氏拿出一方一模一样的手帕，我才知道，这幡子代表京城名角一帆。当时我涉世未深，一帆以单独为我表演为由，将我带至房间，然后他就对我禽兽。事后他送我此手帕，
说是会疼我、爱我、娶我为妻，然后我才知道，有许多像我这样的妙龄少女，都遭遇了相同的事情。听芝兰说，李长是在府里，只要听到妙龄女子遭一番染指，就会气急攻心。可是妾身没想到，当晚长师就……李长师，李长师，你怎么了？你振作一点啊，李长师，李长师！高氏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到的可不是这个版本啊！欺瞒3阿哥，可是死罪。高氏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到的可不是这个版本啊！欺瞒3阿哥，可是死罪。断无虚言。阿双，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如实说。那晚，奴婢明明看到他与李长氏起了争执。不怪大家看错，妾身本想早点解释清楚，可府里已经办起了葬礼，又把妾身认为是逼死长氏的凶手，妾身这才出此下策，以证清白。佳琪，你认为呢？妾身……嗨，妹妹怎么不早说呀？早说我就不这么认为了。芝兰，之前可是你告诉我的这个版本啊，没有弄清事实就信口雌黄，全是你的错。芝兰照顾我有功，且她正在帮助我调查库房失火一事。等结果出来了，还等着给姐姐汇报呢。库房失火一事，我自会牵头来查。那就劳烦姐姐了。既然事情查清楚了，那就都散了吧。我进宫，没能亲自接高氏入府，闹出那么大的事，还差点冤枉了高氏，我也有责任。今后，你便住在这寝殿，芝兰做你的侍女。明日，我亲自为你补上接风宴。谢3阿哥。算你狠！彼此彼此。小主，侧福晋来信说，高氏巧舌如簧，这次让他躲过去了。原想把他赶出去就罢了，没想到他那么努力找死，那就随他意吧。尝尝。好好吃啊！3个一定十分喜欢。小主这次成功化解了侧福晋的攻势，又做了一手好菜，以后啊，侧福晋一定不敢再欺负您了。打草必然惊蛇，这蛇惊了，以后的毒性可就更强了。哎呀，妹妹来了，快坐，我们正好聊起你。姐姐也在呢，没有打扰到你们吧？不会不会，我们正好也有事要找你帮忙。这不，3阿哥后天要宴请潘太傅。我呢，作为侧福晋，自然是要全力替3阿哥分忧的。我听闻妹妹对菜品颇有研究，若能得妹妹相助，定然能使潘太傅尽兴而归啊！能否招待好恩师，事关本王的前程。高氏刚进府不久，对府里还不太熟悉，还是别为难他了。哇，这个好好吃啊！哎呀，妹妹你的手艺可真好，妾身可真是自愧不如。都说这个潘太傅啊，嘴是出了名的刁，之前没少嫌府里的菜品乏味。这可是替3阿哥分忧的大事，妹妹不会不愿意吧？既然侧福晋如此认可妾身，
那妾身自然也要给侧福晋一个大大的惊喜喽。好，那我们就姐妹齐心操办此事。三阿哥认为如何？行，那你们就商量着来，切记不可出任何纰漏。好事儿啊，小主，有什么奴婢能做的，定尽心帮您。侧福晋这步棋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成了，他举荐有功；败了，背锅的便是我了。那，要不赶紧想个理由告退？富贵险中求，也该让三阿哥见识见识我的好了。小主，这是膳房给的菜品清单，请小主过目。要是没问题的话，从今日起，奴婢就一直盯着膳房，绝不给人在菜里做手脚的机会。佳琪一定知道我会防范在菜里下毒，若我把全部精力都放于此，那便中计了。那除此之外，还能有别的危险？这损招都在这菜单里呢。这些菜品都是名贵的食材，工序也没有问题，不知小主为何要改菜单呢？这些菜品单看没有问题，可合在一起，全是大补跟滋阴的对冲，相生相克，不宜同时。潘太傅不仅是三阿哥的恩师，亦是宫中御用风水师，给如此精通五行命理的大师搭配如此菜品，你居心何在？小主息怒啊！这菜谱啊，是侧福晋指定的，若此时换新，从采买到调料都得重来呀，这时间不够啊。是时间不够，还是不想？这万一做不好，可是要掉脑袋的，还望小主多多体谅我等下人呢。这些是赏金，先拿再做事。这是我按了手印的责任状，若更换后的菜品出了任何问题，责任由我来担。这是单独给你的，拿回去吧，芝兰。看来我们的大厨对银子不感兴趣。小人愿为小主效劳。这硕鼠果真食量惊人吗？只需几只，这膳房便再无宁日。膳房到底怎么回事？昨夜膳房进了耗子，食材悉数尽毁。再去买一些呢？这次宴会的食材都是专供的，短时间内恐怕很难凑到一样的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现在膳房还剩什么能吃的吗？就剩一些下人们吃的食材，怕是上不了台面。事已至此，也只能剑走偏锋，赌一把了。这宴那宴，荤宴素宴，哎，老夫早就腻了。再说，这胃口最近不佳呀！啊，三阿哥切勿铺张，你我师徒，今日小酌一番足矣。那人专门研制了新菜品，恩师多少尝一尝。哦，是啊，这新来的侍妾对菜品颇有研究，说不定啊，能让您胃口大开呢。那要这么说，为师倒是好奇起来了。起菜吧。这菜品为何如此刺鼻？这些是妾身特意设计的菜品，臭豆腐、臭鳜鱼、臭皮蛋，初闻可能味道大了些，可闻着臭，吃着香，是另一番奇妙的体验。
高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将给下人吃的变质菜品拿给三阿哥和潘大人，你到底是何居心啊？是妾身识人不周，将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交给高氏来安排。来人，快让这些秽物消失！还愣着干什么？难道要亲自来收啊？三阿哥。 能让为师和三阿哥抢起来，妙哉妙哉呀！这桌菜是怎么想出来的？老夫甚是好奇呀。想不出来就先吃点东西吧。没胃口。真的没胃口？臭豆腐啊！怎么样？你要是喜欢吃的话，以后我每天都给你买。想来山珍海味，太傅都吃惯了，便想做些新奇的，尝尝鲜。一览前贤国与家，诚由勤俭，破由奢爱。啊，能做出此等菜品之人，既是通贤理，又懂生活，让人吃讲起来，大有忆苦思甜之感。能得此贤内助，三阿哥真是有福啊！对啊，你辛苦了。 来来来，哎呀，为师今日高兴，咱们就多喝几杯啊！是。来，吃菜。回了啊，慢点。今日招待不周，还望恩师多多担待啊！不，三阿哥，为师我好久都没有喝得这么尽兴了。 若是恩师喜欢，以后一定要常来府上。哎，三阿哥，可别忘了我要的臭豆腐。一定一定。哎，恩师。哎呀，潘大人，潘大人是吧？潘大人，潘大人，潘大人，三阿哥是吧？好啊，高师，我就知道你的菜品有问题。来人，封锁膳房，关押高师。 听候发落。哎呀，你这嘴可真够硬的，我这都做乏了，你还是一个字都不肯说。你还笑？你用腐烂变质的菜品，导致三阿哥和潘大人至今都昏迷不醒，还不认罪？菜我一口一口亲自炒的，究竟是谁下的毒？ 侧福晋难道还不清楚吗？你放肆！今儿个我非要将你审个明明白白的。阿双，住手！这三哥刚倒下，府里就开始玩起逼供了呀。六阿哥来此作甚？来抓毒害三哥和太傅的凶手啊！那正好，我正审问这凶手呢。 他还不肯招，别给我装水！是不是凶手？逼问得出来的结论可做不得数。六阿哥如此维护着高氏，若到时证明他就是真凶，那您这包庇行为岂不会让三阿哥误会？三哥怎么想是三哥的事，我只知道啊，这美人儿你打不得。 给三哥带句话，容我带回去审了。有结论时啊，自然给送回来。哼，好啊，私通皇子，这罪名岂不是更刺激？